5月伫台湾举行的2021爱我创意发明竞赛，是由世界发明智慧财产联盟总会所主办。比赛目的主要是鼓励年轻的世代发挥创新、创意甲创造的精神，善用专业知能，演化具有新意的作品。这次中华艺术科技大学幼保系师生团体共同开发出来的幼儿教具，家己了声光效果，互幼儿伫游戏的时阵，更会当增加学习的兴趣。这主体是采用木头材质，然后就是安全耐用，然后它分为前后2个大型摩天轮组成，是用长螺丝还有培林固定的。然后前面的摩天轮是用于转动，然后我们的洞口还有我们的投掷物都是采用雷射切割，有很高的密合度，可以让小朋友去自行的转动它。等它停了之后，就请小朋友到盒子这里找相对应的，他觉得这是什么，然后就去找。假如小朋友觉得这是猴子的话，可是投不进去，那小朋友就会知道这是一个，就是他没有选择的是对的，然后就是会让他再去找。这次比赛总共有来自世界16个国家的选手参加，参赛作品将近400件，竞争是相当的激烈。中华艺术科技大学幼保系学生万芳宇、李佩仪、李以欣，伫黄义良甲王佑老师的指导之下，做伙完成 Smart Ferris Wheel， 打败众多好手，得到金牌奖。我们参加的这是 iWorld 的一个国际竞赛，那它有16个国家哈，有将近大概400队来参与这样的一个竞赛。哦，那我们是用这个多功能的一个辅具来参赛。那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是用那个英文简报来送审。那这对学生来讲其实也算是一个挑战。是。那这是我们学校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吗？是，这是第一次参加，然后就得奖了。是。虽然是第一届参加这项比赛，华裔幼保系就得到金牌肯定，非常的难得。该作品目前也伫咧指导老师的协助之下，申请专利当中。华裔幼保系摩天轮智能辅具赞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OK， 好，谢谢。